煩惱緊讀咩課程先可以學多媒體創作，發揮創意？CUSCS 嘅多媒體及創意廣告高級文憑課程等緊你。你可以結合課堂學習到嘅多媒體創作技巧，同埋你嘅無限創意，喺廣告創作、新媒體、微電影等等，將虛幻嘅意念轉化成為真實嘅作品，呈現喺觀眾眼前。你會學到好多唔同嘅專業科目，更加可以選擇實習到唔同嘅機構實戰，累積經驗。畢業之後，無論想升學定就業都冇問題。升學方面，你可以選擇傳理、新媒體、廣告、視覺藝術等大學學位課程。CUSCS 仲同澳洲、韓國嘅院校達成課程銜接協議，同學可以升讀相關嘅學位課程，以高年級入學。就業方面，選擇多姿多彩，去到邊都可以盡情發揮你嘅創意啦！要實現夢想，即刻嚟報名啦！